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第二场的敬拜的时间到了，我们来到神的里面，要享受在他的爱当中。阿们！阿们！这个时候呢，牧师要邀请我们起立。你来跟5个人呢，找到5个人，然后呢，你跟他说，今天的敬拜充满荣耀，你要跟他讲哦，你要祝福他今天的敬拜充满荣耀。离开你的座位，跟5个人，今天的敬拜充满荣耀，跟5个人，今天敬拜充满荣耀。阿们，哈利路亚！今天的敬拜充满荣耀，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也欢迎我们生命更新营的学员，跟我们一起参加在第2场的礼拜当中，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阿们，哈利路亚！好了，也有新朋友在我们里面，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那我们要在敬拜时，我们首先邀请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吗？阿们。让我们的敬拜充满了活力，也让我们透过舞蹈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请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来欢迎圣灵。哈利路亚！你的心预备好了吗？阿们。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邀请你。圣灵，我们邀请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圣灵，谢谢圣灵，因为你的运行大有能力。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要用喜乐的灵来赞美他，我们要用我们的肢体来舞蹈赞美他。跟旁边的你跟他说，用歌声、用跳舞赞美他，用歌声、用跳舞来赞美他。阿们。哈利路亚！神就是我们的力量。阿们。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我有神，我就充满力量；我有神，我就充满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当不分到永远，到永远。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到永远。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
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大声来宣告，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的力量，我能不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的力量，我的力量，我能不分到永远。一起来拍手赞美神。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能不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力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的力量，我能不分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我们将我们赞美献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充满信心，用这首歌来宣告：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阿门。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神的大能永不改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 Come on 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
今直到永远。大你大能永不大声来宣告，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我们将我们赞美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如果你相信他的大能永不改变，就献给他掌声加尖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能力永远不改变，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口气都是要献给神的，阿门，阿门。当我们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准备早餐的时候，去上班或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做。阿们。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力，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力，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手来敬拜他。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力。背起
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来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哈利路亚！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为了在上个礼拜街头布道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以及觉知的人，我们大大的跟神呼求说，主啊，这是你所拣选的，我们为他们的灵魂的得救而迫切来呼求。因此我们要来为这一些人来一起来祷告，阿们吗？阿们。我们呼求3次的主啊，我们要来为这些人祷告，你的祷告神必应许。3次的主啊，我们那个主啊，我们要非常的诚恳深切的说，主啊，这件事唯有你能够做得到。我们祷告神你做，阿们吗？我们将我们的右手举起来，我们3次的主啊，我们就开始来为他们祷告。1、2、3，主啊，主啊，主啊，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这1000多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看见他们，我们面对他们，主啊，是的，我们把你的荣耀带到他们的里面。主啊，这200多个人，就是你所呼召的。主啊，你要将你天上的恩典赏赐在他们身上。主啊，你要敞开他们的心，使他们明白，上帝你是他们的神，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赐给我，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昨天是我们生命更新营学员进到教会来，我们要为这些的学员来 RPG 祷告，求神动善工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来到这里是神亲自的呼召，也是神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继续跟随圣灵，跟随耶稣继续的往前走，阿们吗？让他们继续在成长班往前走，因为神给他们的福气不是只有更新营这2天，而是持续的往前走，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为生命更新营的学员们，我们要来为他们 RPG 的祷告。我们预备好了吗？阿们。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我们来找我们的祷告的对象。首先赞美，然后为生命更新营，再来为对方来代求。2个人，我们会的同工来带领不会的同工。哈利路亚，充满信心，没有任何的怀疑，你的祷告就必成就。
更新营。哇，我们是这样的，神是这样的在乎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确定你真是跟随主耶稣吗？你确定耶稣为你背上十字架救赎你吗？阿门！大声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来宣告，再一次用诗歌来宣告：主啊，我跟随你，跟随到底，跟随到见天家。阿门！我们一起举双手来宣告：我的生命献给你。哈利路亚！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会众来宣告：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更肯定的宣告：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爱我，我生命献给他。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不要忘记，如何为我为我
我们的神是大过那个巨蛋的影星歌星。我们在那个大巨蛋的时候，哇，那边猛跳猛喊。可是为我们耶稣呢，大家都有一点客气，那是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要比那个大巨蛋要更大。阿们，要震动天地。阿们吗？阿们吗？要震动天地。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如鹰展翅吗？阿们！来，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旁边人说，跟随耶稣要一起跟随，跟随耶稣要一起跟随。你再跟他说，你绝不能落单，你绝不能落单。还有一句，你跟他说会被野狼吃掉，所以你跟他说，拉着他的手，我们一起跟随主到底。我们一起跟随主到底。阿们，阿们！大家请坐，哈利路亚。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5节，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圣经读到此，现在要请周牧师来讲到，他要讲到的题目是十字架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我相信今天的敬拜充满了能力，你有被神的恩膏能力所感动吗？阿们！这是我们永光教会神赐给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带出极大的恩膏来的，所以感谢主，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举起我们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
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感谢主哈！我是总是很期待，虽然在牧会上非常的繁忙，但是心里那一种喜乐常常是永流不停的并且很期待这种喜乐都能够更多分赐给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我们各有不同的重担，但是你知道吗？神的喜乐来，让你的这种重担都可以交托出去，对不对？喜乐满溢，重担就交托出去。阿们。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一起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属灵的智慧。今天透过牧师的分享，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又是怎么能够确信我们所领受的是足够让我们一生能够紧抓住的。这是期待，也是一种可行性的。阿们。所以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从礼拜二开始，我们就开始，如果你有跟着教会的读经计划，就进入到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背景，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写的哈，那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保罗用了很多时间在这里，他在旅行布道是四处走的，四处传扬福音的，但是他停留在哥林多这里有总共1年又3个月。这等于说，他用几乎1年半的时间在跟这个哥林多的城市把感情，并且他热心的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他用心栽培哥林多，仅次于以弗所教会哦。哥林多是在现在的意大利的南部的地方，南欧的地方哦。那以弗所呢是在亚细亚的地方哦。那保罗在以弗所大概有快2年3个月左右，在那里传福音。那第二次长的就是在哥林多的地方。那哥林多这个地方，牧师有去，所以牧师要把那地理位置给大家看，因为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称为两海之桥，是整个欧亚2洲贸易的中心，也是亚该亚省的首都我们从这张地图就可以看见哥林多在哪里有看到吗？在正中央雅典的旁边，有没有？爱琴海的比较下面的地方保罗来到腓立比这是听了马其顿的声音离开了亚洲然后呢进到欧洲的南方第一站就是腓立比的地方，记得吗？保罗在腓立比遇到了谁呢？有一个妇人超厉害的吕迪亚，对不对？他卖什么的？紫色布的哇，对对对，大家有一些印象然后呢保罗在那里以后受到犹太人的攻击，他就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到比利亚，然后下到雅典。上次牧师有说，雅典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是神庙偶像非常多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偶像的人数比人还多，你可以想象吗？哇！所以那里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特别看见了一尊偶像，称为什么？卫士之神，不知道他的名字。哇！保罗就把握时间在那里传扬，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位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耶和华上帝，有没有记得吗？然后呢他就来到哥林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哥林多那个地点，它的海港湾是整个爱琴海跟地中海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所以船只都在那里停泊卸货，然后又带着东西往上或往下这样来奔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到，那
个图就是哥林多城的复原图，可以让我们看到比较上面的那就是哥林多海湾哦。那你看这个城就是这么的繁荣哈。那正中间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那个是亚波罗神庙哦。那在前面就有一个大广场，有没有？那当然就是市集的地方哈。那我们有去到那里哈。这是你看那个神庙，现在还有几根柱子在上面，对不对？现在的现貌是这样啊。这张是牧师拍的这个是亚波罗神殿的遗址，在这个地方。那更重要的，我们就在市集的地方有立了一个碑在那里说这是当时候保罗在这里讲道还有他的讲台在他这个房子就是他讲道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人来人往所以保罗用这个地点在那里传福音1年多这是我们去到哪里看见的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牧师发现这里有一个建筑物，远远的看起来好像是教会。后来我查考以后，那个真的是教会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对牧师拉近一点让你们看，有没有？你们看到教会的一个图形在那里？对，这就是教会后来我查了，确实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旧址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哥林多。我们在那个城镇以后往上面走就有看到护卫城，这是每一个地方，包括雅典也是一样这个是这些首领如果有外敌来攻击的时候，他们为了安身，对不对？保命，他们就会跑到山上去，而他们那里有他们的宫殿，有寺庙，有神庙这是很特别的那走到这里，我快要没有力气了，所以我就跟潘牧师说：“那你自己爬上去吧，我在这里远远的看着你，看着你的背影，为你祷告。”你看，所以你看他们爬上去这个是护卫城，所以要攻这里不容易，对不对？对，那我牧师在下面就把它拍摄起来然后又把它拉近距离来看我的爱人走到哪里你们可以看到吗？他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他还要偷瞄了我一下他知道我在照他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他呢？第几个？往上爬的第几个？第3个。下面倒数回来第几个？第4个对，那是你对，其实后来我还是有上去，因为既到那里了可以更清楚的来看见。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繁华的都市，既是繁华的，它的文明它的这一些的艺术啦。政治啦，整个贸易可以说是整个两大海的中心嘛，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而呢，社会的败坏也在这其中。哇，真的是我们去到那里会发现怎么图书馆跟那个神庙是连结在一起的。你知道神庙其实是里面是有什么妙计说妙计其实是娼妓。所以今天先生说太太我要去读书咯。哇，读书好，因为当时的人很注重学问嘛，对不对？哲学，哇，希腊哲学是顶尖的，是传到现在的然后呢他去读书就读到哪里去了是这样是通的真的是通的。我们去看发现说有这种事情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我们在台湾过去还有把它瓜分，对不对？红灯区有没有？你就不要去嘛对，不然你去会被拉你的帽子啦，你的什么背包都要被拉着走现在当然是没有了，但是过去确实是这样。但是他们那个时代更是败坏所以这个败坏影响了教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如果你有读哥林多前书昨天前天的3章4章的话，你就会发现
保罗特别指责，在连教会当中都有奸淫的事情哇，都有淫乱的事情哇，他就严厉的来指责，说你们怎么可以把社会的风气带到那圣洁的教会当中如果这一些人怎么该处置，怎么做处置，哇，他在里面写得非常清楚那我更看见的就是说，保罗他大可不必这样的大费周章的来到这里。他讲道不一定有人听而且这么环境这样子，怎么建立教会？但是他就是在最艰难的当中，他依然坚守神的呼召，因为耶稣呼召他就是要当外邦的使徒，所以他知道这个职分既托付给他，他就要拼命去做，所以他也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所以很特别既然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跟这些信徒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看见他所努力的，神就祝福他，而到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走过的痕迹，来看神对他的仆人所应许的是绝不落空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台湾能够有自由的这样传福音的机会存留到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把握。许多人有这样的感动，说为什么在整个台湾的这个附近的国家，神就特别让我们台湾能够保有这样一个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是因为神看重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样子能够更明白他的话语，更有神学的研究基础，能够将来可以更向更多的亚洲的人来传福音。同样语言的，我们就已经保有了这样的一个权利跟权柄，应该要传福音。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在我们可以这样自由敬拜的时候，不是随着人来就来来去去而已，你应该在真理上每一次更多的去体会，可以帮助你更认识这份信仰。我相信今天如果你更用心的来听，你会更懂得什么叫十字架的奥秘，什么叫十字架的救恩，什么叫十字架的福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街头布道，对不对？对，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很容易的传出去，因为这是神的大能，我们做的是跟神同工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上个礼拜有参与在布道的举手一下来。OK， 好，放下，太棒了。有为布道祷告过的举手一下，我相信这个大概都每个人都需要有，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样街头布道，这是第5次，我们会继续来。那我们也相信，透过这样子福音要传遍我们中永和，甚至到你所到之处，只要你有这样的勇气，其实街头布道最猛虎的是谁？是我们呢，是你自己因为你有勇敢的踏出去，你宣告了，你传了即便是被拒绝的没关系，因为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是神与我们同工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算得清楚这个数字呢？其实我们真的很知道，数字的背后都是一条灵魂，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不是吗？也许因为你把福音给他，即使他拒绝了，但是他知道有人把基督的福音、耶稣传给他。当他生命当中真的需要的时候，真的呼求主名的时候，主就应允他，就把他，那主会在你的生命册上记了一笔，对不对？你被拒绝，但是这个人全家的得救是因着你哪一天、哪一日、哪个时间，把耶稣的名宣告，让他能够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相信。我们把这些数字不是荣耀是自己，而是要交托给圣灵，是要奉献给耶稣的。阿们。因为这是耶稣托付我们的。上个礼拜我们结束以后，牧师回到牧师馆，圣灵就随时的提醒我说，耶稣为我流血舍命，我为耶稣流汗拼命，那算得了什么？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的，今天你可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是因为他流血舍命，救拔了你，帮助了你，让你经历到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今天我们为他流汗，为他拼命一下，又是怎么样呢？对不对？哇！我马上本来要吃便当了，马上跳起来，我说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流着眼泪跟主说，主啊，我们还可以做得更棒的，谢谢你悦纳我们，谢谢你喜悦我们为你所做的，因为这是你的国，我们进入你的国，我们也希望带着我们的朋友一起享受你国度的荣耀跟丰富。阿们。这是真的哦，那天很感动，我就相信对神喜悦我们所做的，所以感谢主。那牧师后来发现，上个礼拜周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聚会人数有多少？来，谁先告诉我？213。我们3堂的合一，结果人数是213人哦。潘牧师有提醒我，那表示什么？有的人听到要街头布道，说耶稣这个礼拜请假，你有没有写假单？至少你要交给牧师嘛，没有写假单，对不对？那我知道，我可以体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第一堂的，我们有80岁以上的，早上我请他们举手，1/3呢，70岁以上，有1半以上呢，哇！当然他们要出去不是容易的事，但有的人还是怎么样，乐在其中啊。那有的人说，我真的没办法，所以我只好请假。我心里想说，神说告诉我说，那个军队要完整啊，不只是前锋而已啊，还要有后勤部队哦。我说对呢，哇，弟兄姐妹，如果你自觉的说，牧师真的对不起啊，我看到人就害怕，我本来就比较羞涩的哈，我讲话没有说出第3句的哈，那怎么办？我就想说，没关系呀，你还是要来礼拜，对不对？如果有街头布道，你就来礼拜，你就来报名，然后呢，我们牧师会请一位长老，如果他可以来帮助我们，就是你不能出去的，我们就出去前线怎么样征战，对不对？你在后面为我们祷告，可以吗？可以哦。我们就一个祷告的部队，成为我们后勤的部队。祷告多久，我们出去征战多久，你们就祷告多久，那好不好？我们需要后勤部队，对不对？我们都出去征战了，但是没有后勤的补给，那可以吗？不行的，那不完整。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下次街头布道，如果你真的身体不适啊，怎么样，还是要来礼拜，好不好？还是来礼拜，但是你就参与在后勤部队的祷告、守望祷告的团队里面，祷告到第1队、第2队回来就截止，好不好？那我们也一起在这里可以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那一些的数字你有没有份？有，你有参与，因为你全程的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的前锋的部队，那好不好？这是很棒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累积这样传福音的方式，从幸福的出游、幸福的手作到街头布道，哇，我们都不断的来经历，就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有更棒的这些的安排。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你跟隔壁说，街头布道不能缺席。来，街头布道不能缺席。好，你上个礼拜缺席没关系，下次就不缺席了，对不对？至少你要留在这里一起祷告，愿神成就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出去的人员、天气、面对的路人都能够顺利平安，来成就神更大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阿们。感谢主哦，所以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说来，我们为耶稣流汗，耶稣为我们流血。对的，那流汗比较容易，还是流血比较容易？流汗比较容易啊，我甘愿流汗啊，对不对？我不要流血对，血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耶稣
付上了代价，那我们为他流汗，我觉得他会喜乐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可以的。所以今天透过这段经文，牧师跟我们一起来第一个分享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跟大能。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保罗非常清楚哦，把世上分为两等人，一等人是那灭亡的人，一等人呢是得救的人。你是属哪一个？阿们。这两等人怎么会有两等人呢？因为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会把人类分为两等人。为什么会分为两等？不是十字架的道理应该大家都听得懂了吗？对，保罗讲这样是有道理的哦。你看，如果有一些人他不愿意深入，他听到耶稣跟十字架的救恩，他不愿意深入去了解十字架的奥秘、救恩的奥秘，他直接断言说你讲那个是天方夜谭，那是神话故事啦。那我们人类里面那不可能的，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然后全世界那么容易的，天下没有白吃的什么午餐啊，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啊。所以你们基督徒啊，真的是讨个叛逆，对不对？耶稣说，这等人是哪一种人？是愚拙而已吗？灭亡的人呢？因为他不接受救恩，救恩为他预备，但是他就是不接受。神给他在属灵的银行里面给他1亿在那里，他说哪有可能？我白白的就可以得1亿吗？哪有可能？然后都不去领取，对不对？那1亿还是为他存留，但是他有得着吗？没有。神说，穷了一辈子，你还是穷下去吧。对，那如果愿意谦卑领受的呢？他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愿意领受，我们就可以经历这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哦。阿们。哇，这是可以让我们看见，而如此就我们可以归纳出得救，它不是一种知识呢，它乃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哦。对，你看一个人跌到海里那个警察直升机开过去，他不是用理论的在盘算撒盐在什么推演说，这个人怎么救呢？这个风速多少呢？算一算，好，救到了，就有救到吗？没救到啊，一定是一种行动，对不对？透过行动实际去把他救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得救。那能力呢，也不是一个道理十字架的能力我们说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道理，不，它能力就是一种能力，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经历的，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能够更体会耶稣的爱的话，我们常会说，你就应该把十字架放在你跟人的中间。也许你跟他有一些的冲突，甚至你在家人当中，你不晓得怎么样去表达你的爱，你觉得父母对你的爱好像给你一个给你什么重担，给你一个压力，好像孩子不能够体会我们是这么什么很完全的想要把所有的给他那种爱，他没有办法体会，那怎么办呢？绝对不是用人的方式可以成就。你应该要把十字架放在你跟家人的当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把十字架放在你跟人中间的时候，你就要去看到十字架，就思考说，十字架是耶稣显出的爱，它是怎么样的爱？它是一个完全牺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如果耶稣为了爱我，
我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对不对？因有圣经告诉我，不是圣经告诉我，你还自己经历了耶稣的爱，被他拯救，被他触摸到，那你就应该更了解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那你就应该学效耶稣，因为你把十字架放在你跟对方的中间，就是表达我愿意学习耶稣的十字架，我愿意舍下我以为我应该得的，我愿意舍下那一些我以为那是我面子问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你我，如果我们更深去体会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奥秘的话，那我相信在你跟人之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因为一般人都有对价的关系，对不对？我爱你10分，最少你要回报我5分，对不对？昨天在生命更新牧师也有讲这一个方式，对不对？但更重要的，今天要讲的，昨天没讲，就是要把十字架放在你跟人的当中，借着十字架跟人和好。唯有你跟人和好，你才可以完全跟神和好。阿们。这是你我所需要知道的，这是你我基督徒怎么样去分享耶稣的爱所必要学到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来，我要学习十字架的爱，来，我要学习十字架的爱。是的，所以保罗这样说了，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些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对，智慧人，文士，智慧人是希腊人，他们自以为傲的，因为他们对哲学真的超厉害，到现在我们还在研究，对不对？什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有没有？我们都读他们的东西啊。到现在呢，哇，那你看文士在哪里？文士谈的就是犹太人的这一些文士啊，他们对摩西五经啊可以倒背如流啊，对不对？他们知道怎么样要守律法，但是他们是叫别人守，自己呢选择自己喜欢的守就可以。那辨识在哪里？哇，当时候啊，在希腊罗马一带，那时候他们很喜欢在路上跟人家辩论。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很多辩论的场所，他们读了饱学多问，就是要跟人家辩嘛，辩倒别人才觉得自己是高超的，有没有？然而神说，这一些世人所看为智慧的，神看他为愚拙，因为他们不认识智慧的源头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只有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凭着人的智慧或者凭着信心，你觉得哪一个人才是真的有智慧的人？是凭自己的智慧吗？还是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对，因为再怎么有智慧，我们还是没办法。现在比较超厉害的，对不对？手机啊，如果你可以上网络要查就很简单，对不对？ AI 又可以帮你整合，哇，它提供给你的一定是很多你没有学过的。那就光这个用手机 AI 来看，你就知道你是博学多闻吗？不，你是专业的某部分而已，是不是？对呀。而神呢，这一切包括 AI 的所有的一切，人类文明的累积，都是神所赐福下来的，跟未来都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吗？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 AI， 是那创造 AI 的神，那才是我们现在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来了解。所以当我们谈论基督福音的时候，如果有人在笑你说，朋友说，哎呀，你们的基督徒就是这么单纯就简单相信就可以
哎，真的是啊，你们好像怪怪的呢。哎，如果你的朋友、同事跟你说，同学跟你说你怪怪的，好不好？你要感谢主，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是愚拙的，但是在神来看，谁才是愚拙的？啊，称基督徒为怪怪的那个人才是愚拙的，对不对？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紧抓住他，就是智慧的选择。阿们。这是我们，所以不用伤心哦。人家拒绝我们哪有关系？他越拒绝我们，又显出我们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因为福音如果不是自己愿意领受，不是神为他预备的话，没有人能够通晓的，没有人。因为属世的人所通晓的就属世的事，属神的人通晓的就是属神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说，来，羞愧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和智慧。来，羞愧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与智慧。是的，就是我们咯，我们所领受的。好，那十字架的奥秘在哪里？十字架的奥秘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是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希腊人是求智慧的，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为什么会求神迹呢？很特别哦，在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祖先，有没有？神有没有给他们许许多多的神迹？有，让他们到哪里都是丰盛的，因为神要彰显他的能力，让这些属世的人能够看见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认识他，让这份信仰能够传宗接代下去。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就成为神所特别拣选的哦。所以他们过去就是经验，他们认为有看到神迹才确定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过去为奴430年，神用10个灾祸降在他们的敌埃及人身上，对不对？为了要救拔以色列人。哇，如果你是埃及人，你会说不公平，对不对？但是这是神的作为，为了要救拔他的百姓，而带他们过红海、过约旦河，都是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要看到神迹才说神在这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但是希腊人求的是智慧哦，刚才有说了，没有错。但是保罗却说，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在原来的意思里面，这一句话是现在完成式的分词，分词都是动词哦，而且是现在完成式，继续完成下去，继续完成下去哦。所以这个表示说，基督钉十字架的功效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才会说，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有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举手？没有，对不对？我也没有。你有把耶稣流的宝血捧起来洗一洗身体的，有没有？那你跟人家说2000年前的耶稣钉十字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为全人类，他是神刚为人，为全人类被钉十字架上。而因为他是神所应许的救赎的功效是永远长存的，以至于到如今，只要我们仰望十字架，只要我们口里宣告说，主啊，你赦免我，我要单单依靠你，那你就是属他的儿女。因为他这救恩之门早就为人类每一个人所预备，只要愿意心里相信，甘心承认他的，就可以得救。阿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2000年前的耶稣已经为我付上代价了。今天恶者要对你在攻击说，你不要以为你多高贵啦，你以前做的糗事坏事一大堆，我跟你算不完啊！你还是过你打趴的生活吧。但是你怎么跟他说？那一切要跟耶稣算账，因为耶稣
为我付清一切了。阿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成就的救赎是永远长存的。阿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以及未来的人都可以跟耶稣直接的连结，这是因为神奇妙的作为。阿们。所以让我们能够清楚这一些的话，圣经希伯来书也这样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10章12节，对的，那是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功效，永远的长存。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为什么说我们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基督跟十字架都已经涵盖了所有一切我们所需所求的，它的大能跟果效、功效都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不传别的，只传基督跟他的十字架一切的荣耀。阿们。就是保罗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咯。阿们。我们一起宣告来，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是的。所以那钉十字架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都看为愚拙，然而在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大能。所以神的智慧在哪里彰显？就是神差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人们看为愚拙的，但是这是神的智慧。而神的能力在哪里彰显？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还我们依靠他的，我们都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大力。阿们。你需要基督的复活大能大力吗？需要你更新一切吗？需要，你就相信，因为这是神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这都是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能力，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句话：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他就是神。阿们。所以感谢主。所以从这样来看，如果你我只专注在属世的人事物上的话，我们用人的观点智慧来评断、来筹谋一切，那你会看见许许多多的纷争不平挑战都会牵绊着我们，让我们好像怎么样，几乎被打趴的那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高举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主，在他的十字架的大能膀臂之下，能够护庇我们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带下的是神的智慧跟能力，并且在我们手所做的工，他都能够兼顾我们，这主应许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即便你遇到了大风大浪，你还是安稳自在的，因为你不是靠自己你是靠你背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大能大力。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你都相信，若是神所应许的，必有他美好的教导，也必有他最后更大的祝福为我们存留。阿们。这是我们信告他的人，我们所可以相信的。所以事物叫人分离，基督叫人合一。我们一起来说，来，事物叫人分离，基督叫人合一。对的，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话到最后，说到最后，你人生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你的生活的全部是以什么为中心？这有关于结果会南辕北辙的。根基不同，所搭建起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耶稣也有说，根基的比喻，造房子的比喻，对不对？对呀。那有一本书叫《橡树文明的框架》，作者是威廉洛根，他有提到一段话，他说一棵树如果顶端枝叶茂盛，根部却稀疏松散，它的木质必定是松软的，而且它的树龄不长久。然而他说，一棵树若是根须繁多，而且发展新枝比较慢，但是它一定会存活很久，而且较长寿，
而且更能够抵抗风吹雨打。哎，没有错。你看有一些树，它的本质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如果它根扎得很茂密的话，哇，它的树干一定是厚实的，很扎实的，对不对？所以用不同的树干就做不同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然而，如果它的根是短的、浅的话，你就了解它的树枝是怎么样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如果用这样来看你我的生命，就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既有基督的根基，我们应该要不断的更往外的扩充，就是在我们基督的真理上，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他，要更多的去经历他，并且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的。在基督里，牧师常说，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最关键的。如果你藏在基督里，用基督的思想、话语、作为来评断、来决定你的每一个动作的话，那你会经历到基督对你的一切的护庇、保护，给你提供一切他所以给你的。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你的生命一定会在主里面不断的被成长、被成就，按着他的命定来领受更多他的祝福。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约翰福音15章4节。是的，这是我们所必须要了解的。所以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跟能力的见证。阿们。你身上现在有挂十字架的举手一下。OK， 好，基督徒挂十字架是最棒的，是最好的见证。但是你每次要挂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要宣告，这是神的智慧跟能力的象征。阿们。这是一个闪是一个记号，这是神的智慧跟能力。所以我求神把那奥秘属天的智慧赐给我。我挂着十字架，表示我是属基督的。阿们。我是重生得救的，我是有美好见证的。每一次看到十字架，你就说，主啊，谢谢你，你为我摆上性命，挂在十字架，为我死了，并且为我复活。所以我今天是一个新的人，我有可以新的经历，我更多的祝福我必可以领受。阿们。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可以确定的。当你看到别人有挂十字架，你也可以跟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吗？”我告诉你，大概一半以上的人会说：“什么？对不对？”那没关系，你就告诉他：“哎，你知道这十字架有特别的含义吗？”哎，我可以告诉你哦，因为我知道呢，有没有？哇！这个不只是知识哦，还是能力呢，还是智慧呢？哎，很棒哦！我跟你分享好不好？3分钟就好，可以吗？哎，就是传福音的机会，对不对？现在挂十字架的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但是这却是我们跟他谈基督十字架的奥秘最棒的时刻。阿们。你跟隔壁说，我懂得什么叫十字架。来，好，今天都听牧师讲到过了，对不对？如果不懂的话怎么办？回去再看直播，看10次，可以吗？哇，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啊！好，我们今天的金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再一次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愿神祝福我们。乐团已经上去了，但是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今天只要赞美，我们就自己回家听，哈哈啊！因为等一下我们的生命更新营要继续哈，他们1点就要上课了哈，他们还要再吃饭，对不对？
对，所以谢谢你们你们尽忠职守上帝必祝福你们感谢主。好，我们包括舞团的他们也都预备要上来，等一下我再跟你们学跳一下，可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像可爱的小孩子一样。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脱去我们的面子的问题，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跟着乐团一起敬拜，我们也要跟着舞团这样载歌载舞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戴，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让我们更看见十字架的记号，就明白耶稣基督你那完全牺牲的爱已经降临在我跟我的家，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可以领受。也求你让我们用十字架的爱去分享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学习的场合，让我们的亲戚朋友，甚至让路人都能够看见我们是跟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世人看为愚拙的，但是你看为智慧，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让我们像枝子一样连结于葡萄树上，你供应给我们的一定让我们丰盛有余，并且让我们结果满满，是100倍、60倍、30倍的。感谢你，让我们更多经历十字架的奥秘，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仰望你手中。有需要的，当他们的手按在他们的身体上的时候，主你的医治就降临下来。特别我们为几个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的病弱，再次跟你寻求。主啊，你医治的圣手按在他们身体的需要上，因为你应许凡来到你跟前的，即便只是想摸你一下，你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就在他的身上，因为因着信，你就悦纳他们所求的。谢谢你，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同在，因为你同在就带出了神迹奇事，让我们更见证，再一次做，再一次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得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凡事合一，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起立。日到处是难作践，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得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凡事乐意，
众请坐。小许报告，请潘牧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好，我们导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请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感谢主哈，这是在哥林多的前书5章7节。好，我们下一个。好，那这是上个礼拜街头布道呢，神继续的祝福在这一些我们所接触的路人身上。好，接下来，好，那上个礼拜的街头布道，好，我们今天是不是有青少年的影片？等一下哈，好，那这个是青少年，昨天呢，他们去到宜兰，他们去摘葱，看起来很好玩。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昨天的影片，好，有64位哈，看到他们充满了欢乐，还有亲子一起参加。这个地方去过的举手，梅花湖去过的 ，OK， 好。你看戴斗笠哦，找一下看哪一个是你的小孩，他们很适合戴斗笠，对不对？哇，他们自己体验。冲！你们自己做的好吃吗？好吃啊！哇哦！冲！啊！感谢主哈！哇，把他们昨天一切的平安都向神献上感恩。好，接下来下一个影片。好，那9月28是我们的受洗啊，如果是你还没有受洗的，把握这恩宠的时刻哈。好，接着，好，那生命更新营我们等一下就到楼上，接着，好，下个礼拜是门徒营，接着，好，下个礼拜好，接着，好，接着，好，那这个呢要持续的为这一些的全台湾的牧者的聚集在竹圣。那特别呢由我们周牧师由我们整个策划，所以呢要服侍这全台的，他们大概有100位的牧者。那这是长老会的牧师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一个营会，所以呢我们永光教会也担了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在敬拜赞美还有专题以及预言的服事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是为牧者来服事预言。所以我们同工牧师呢请我们的同工尽量来出席，然后呢你预言的你亲自来对他说。好，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让这些的牧者看见弟兄姐妹们这样子被圣灵充满，是会眺望他们的心，让他们在牧养上面更充满神的恩膏。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把这时间能够播出来。好，接着，好，我们要为中央空调，我们的费用需要多少？400万哦，哈，所以呢，我们预计12月要开始来装修，但是我们现在呢，奉献了60万还有340万的差距哈，所以我们要祷告，让神大大的来感动我们的心，并且我们所奉献的也要让神来感动。好，接着。好，青少年5班跟儿童的招生，还有星光学院的招生，牧师鼓舞我们的家长们，如果你的小孩小一开始进小一，让他现在就进到我们的星光学院，在这里不带他祷告，然后呢陪他写功课，还有我们刘哲老师他们夫妻很棒的英文课以及科学课程哦哈，是，所以这是一个兼具灵魂体 IQ、SQ、EQ 的一个下午的一个活动，是给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我们来报名哈，鼓励你的孩子来参加。好，接着，好，那我们的礼拜部的部长主恩长老呢，他因为公务要出差到美国3个月，有没有在这里？林长老，主恩长老在哪里呢？主恩。在财务部哈，主任长老，我们会很想念你的哦哈。好，那礼拜部的服事呢，就有永伟长老来站代哈，我们也为主任长老他的行程一切3个月都平安来为他祷告。好，接着，好，那4楼呢办公室下个礼拜要消毒，我们来留意这个时间。好，那这个中央空调的专款哈我们持续来关心。好，那这个是妇女事工部的，好，看着就可以的就来报名。好，那我们的青少年的义勋呢是
是瑞俊还有明璇的儿子哈。礼拜六呢他去到德州交换学生1年1年的时间在那里，也为这孩子祷告。他住在那边呢，住在4代同堂的寄宿家庭。是，那这个妈妈呢 ，Home 妈呢，是一个教会非常热心服侍神的一个姐妹。那所以呢，她去住宿在这个家呢，有阿公阿嬷，有爸爸妈妈，还有小孩，然后再加她。这个家庭他们愿意提供他们的房子来接待外国来到他们当地读书的年轻人，所以非常的充满爱哈。我们也为这孩子在那边的学习来祷告。好，接着是我们的乐龄营哈，礼拜一都有创意的游戏，不仅有圣经话语呢，还有创意的游戏，所以非常的棒，欢迎来参加。好，接着兆民牧区呢，在9月20号呢，是我们第9团的出游牧区，目前还有12个名额，等一下呢给他报名，给他结束就不用让兆民长老在那边担心，还有12个，等一下他如果挑到你点名到你的话，你就去报名参加哈。OK， 感谢主。再来，我们为宝月姐，就是明皇长老的妈妈手折断哈，所以手术，还有婷英姐妹，还有菊妹跟燕乔、丽清跟君慧，还有其他你所知道在小组里边身体需要代祷的，我们都强烈的为他们祷告哈，也特别为我们的信志长老来祷告。他最近的身体比较虚一点。那需要我们每一天拖住，不管是晨祷是 RPG， 不能够因为有晨祷 RPG 就停住哈。你仍然小组长一定要带我们的组员持续的 RPG 的祷告，带下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接下来是我们要来介绍新朋友，是秀莲所带来的朋友志华上个礼拜哇街头布道的 Best 哇。掌声大一点！哇，志华，非常的欢迎你也感谢主哈透过这样的一个街头布道，我们可以让志华成为神的儿女哈，哇，很棒，志华。我们更新营好，请坐，志华。我们生命更新营呢，今天呢也有一个学员，他是上一次的街头布道刘哲所带领的一个路人的小羊。他也来参加我们生命更新营，阿们。明豪有在这里吗？明豪站起来，耶、yeah ！我们的宝贝小孩哈，好，感谢主。所以志华挥手一下，志华你会跟那个明华一样，来到这里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们爱你哦，你的生命会有很大很大的翻转。好，下面我们来介绍下一位。好，宜林所带来的丽玲在哪儿？丽玲，我们欢迎你，丽玲到永光教会。哇，这是宜林的朋友哈，感谢主，神的荣光大大的在你生命里边也欢迎你每一个礼拜都来到教会哈。好，接下来这一位是雅文跟慧珍的朋友玉清在这里吗？玉清，哇，玉清哈。感谢主，充满了荣光的玉清，上帝也要大大来带领。所以我们这3位朋友呢，由我们的迎宾团队要来送礼物给你们，请你们来跟着我们的迎宾团队来。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底，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哦，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
情哦。我们仍然站立，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与你的家，愿你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耶稣，也更愿圣灵引导你们，丰丰富富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在你们所到之处都带着福音的大能，见证神的祝福在你们身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学员先上楼，我们也热烈掌声鼓舞他们。哇，他们生命要被建造。弟兄姐妹跟旁边的人跟他说平安，平安，下个礼拜见，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上帝祝福我们，请坐。